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警察专科学校，也就是警专的学生感染到 A 型的流行感冒，大概是小胃小头。讲为顶礼拜五开始，都有学生来汇报，讲发烧、脑喉痛、嗽、规身躯酸痛。到目前为止，总共有22个学生去挖到流感，分散伫8个班级。啊，讲这22个学生拢是新生，啊，拢是轻症。回去厝隔离5天，就会当过返来学校上课。这嘛是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校方通报流感群聚的人数上多一件。啥物拢爱做伙行动的警专学生，像演过正常的生活。因带做伙伫完成透早活动了后，头8点要上第一节课。不过校园内底至少8个班，要是有几个座位拢无坐满。原来就是因为流感，22位挖到流感的学生无法度上这节课。礼拜5开始就陆续有学生，那有一些是在家里，在收假前他就发现到他发烧，大概有12位左右。那昨天呢，就是礼拜1回来收假以后，大概有10位学生。那总共22位学生里面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寝室，他们是分散的。目前22位学生拢是新生，加在全部拢是轻症。自行隔离5天了后，就会当转来上课。病毒株是 H3N2， 和目前伫社区流行的病毒株相同，只是对少年人来讲，挖到了后是轻症。不过对是大人、有幼儿仔来讲是另外一回事。加上流感和新冠的症头相同，医生建议应该赶紧推出新冠和流感的2合一块胎。诊断其中一种病毒的时候，其实并不能够排除我们同时有另一个病毒的感染，这样子的病人，他又是有更高的风险变成重症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个筛检工具，它是可以同时诊断2种病毒的话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很有帮忙。根据医生提供的资料显示，新冠病毒的病人合并流感未到的时，引起重症、呼吸、衰竭的风险增加到2.35倍。不过早期食药拢会当治疗，上根本的方式要是要赶紧做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